文化新眼界镜头来屏东的恒春，恒春的民谣唱出乡民的生活是恒春的特色。有一个88岁阿嬷，伊号做陈英，伊规世人拢在唱恒春民谣，嘛会晓编歌词。最近，互文化部来做人间国宝，伊食到88岁啊，嘛逐礼拜会教学生做艺术，希望甲民谣继续唱落去。 伫民谣馆大月琴唱《思乡记》，这班学生有人已经做阿嬷，不过老师的年岁拢比因较大。但因阿嬷已经88岁，有缘逐礼拜出门教学生。要唱这种的吼，生讲的是那介困难啦。你也要顾这个，爱会记这个词，吼会记这词，啊，搁会记咧这个调。 啊，即马调落会下，这个咱的乐琴。思啊，乡啊记。但因阿嬷18岁就会晓唱恒春民谣，伊讲是受到因妈妈甲恒春民谣大师陈达的影响。拢阮老母教啊，因为阮老母含陈达拢介熟悉啊，久久啊。 两工啊，伊就去阮遐，啊，就弹琴去遐唱。阿嬷自细汉就做到编词唱民谣，不过伊是要60岁才学单月琴，开始教学生，已经教20外冬。上难得的是，虽然伊已经88岁，三不五时嘛会创作100多条的民谣歌词，拢记伫伊的头壳内底。我唔捌字啦，啊，我拢用头壳甲喙安尼这。 我拢安尼啊！啊，逐工弹一个琴，啊，足欢喜，足健康，啊，足流利，安尼四界去唱民谣，啊，互人听，啊，互人熟悉咱故乡的物件，人生就有价值的。足侪人拢真佩服，但因阿嬷感觉伊愈唱愈少年。即马阿嬷阁有人间国宝的认证，这是恒春的大代志。不过阿嬷拢笑笑啊讲，歹势啦。啊，即马做国宝嘛是着爱教学生，系啊，民谣送来呀百外年。记者陈亚军来为做屏东报道。